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星期三，家庭礼拜，题目是忠心。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启示录2章10节。Paarawan sagatusa atsefang sakamutep atusir Aka tarau kisuto aira apases isu Harateng ngen sabili fetau nu palafuai I tamuanan saka raurufuen ningra ku papinapi na namu mama pases kamoto mutep rumiar Tahiraen inika patai isuku nika so'lin nu falucut isu ta mapafuli aku kisu tu malutamohong isu sakaci urip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些人遇见苦难，这里说被试炼受患难10日，这里的10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他们在患难的状况底下至死忠心，连性命都愿意摆上，所以他们就得着生命的冠冕。这生命的冠冕是指神自己，也是指着主耶稣丰满的同在，荣耀的显现。因为先知以赛亚说，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Hakwa ai rumi'ari mamadiya ni sangaan to hana kafung ko Cipse lai tapang mala saka lata ang no farut finaulan ningra。生命的冠冕不是表示在天上每个人都带着冠冕，像国王一样，而是指神的荣耀披戴在人身上，好像圣经所说的，义人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mama terli matia jisar ku mutselai tamsau I kitakit no wama。有个牧师在宣教区向一群学生讲道，那些学生都不太专心听道，在底下聊天讲话。牧师呢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他们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牧师说他有一个同工叫做杂图，也是牧师。杂图牧师的儿子举行婚礼那天早上，大家都忙着预备婚宴，杀牛杀羊，作为筵席的佳肴，做最好吃的菜，客人也请了很多。杂图牧师为儿子感谢神，他的儿子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在世界上事业有成，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看见儿子满面笑容，骑着摩托车先去教会。几分钟后，这位爸爸杂土牧师他也出发往教会去。去教会途中，他看到一大堆的人围在路边，他停下来想要看看能不能帮得上忙。他过去一看，发现是他儿子遇见车祸死了。
扎祖牧师真的很难过，可是他切切仰望耶稣，求耶稣帮助他。后来他赶到教会去，教会已经充满了宾客，大家都在那里欢欢喜喜、闹哄哄的等着这位新人、新郎、新娘来到。等到扎祖牧师宣布新郎的死讯，大家都很难过的哭了。新郎的遗体被抬到教会的前面，扎祖牧师请大家都坐下来安静。扎祖牧师说，这是我盼望为我送终的儿子，可是上帝没有这样安排，人的生命真的是在神的手中。你活在地上的年日有多少，你不知道，可是神掌管一切，神知道一切，神允许这一切事情发生，有他的美意。虽然我的心很难过，但是我对神的信心没有改变。扎祖牧师对主的爱没有改变，向主忠心到底。虽然婚礼变成了丧礼，可是很多在场的人心里都受感动。当这个在宣教区牧师讲完这真实故事以后，坐在底下有个学生愿意把他们的心献给耶稣，所以那些向主至死忠心的人，在他们身上有见证的大能，可以见证神的道，见证神的荣耀。启示录说，弟兄胜过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所以那些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跟着羔羊打得胜美仗的，是同蒙天召的一群人。他们被主耶稣拣选，向着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有忠心，所以跟着羔羊都是忠心的得胜者，所做的见证会有很大的力量。我们能够向神忠心到底，与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如果你知道神那么爱你，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他会一直在你背后支持你、挺你，你就会勇敢的去面对一些事。所以你一定要很深相信神，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如果你对神的爱深信不怀疑，你自然会向着主忠心到底。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渴望我们的友谊，你想要把你自己给我们。如果主耶稣能够找到忠心的人，他愿意把他的自己、他的同在、他圣灵的恩膏托付给这样的人。他要向这样的人显现，要以神一切的丰满来充满这个人。不管别人拥有什么，我只想要拥有耶稣，做主耶稣知心的朋友，向主耶稣忠心到底，更深认识，而且进入神的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